道路的人会当回应受证伊的骹步，来到上帝所倚所欢喜的地方。我从今仔即个敬拜事奉当中，我们的手，无论是圣歌队，无论是带领敬拜赞美，无论是诗会，无论是诗曲，祝福所有的阮事奉的当中，包括小会员，会当伫上帝的圣神的网站中间，阮各尽其职。原来即个礼拜是一个享受的礼拜，是人得到祝福的礼拜。包括阮家己，也包括阮身边的兄姊妹。我从今仔即个礼拜中中正正将伊的手由主理甲阮同在，使阮伫即个礼拜中中间，较无理亲近伊的人，得到造就，得到祝福。我们的主基督耶稣的圣名。
亲爱兄弟，大家平安。时间已经到，咱同心来敬拜。感谢主，互咱伫这个风雨中，会当组织伫这个所在做伙敬拜。咱来敬拜咱的主耶稣，主耶稣是咱的主。耶稣因你生命，愿来敬拜。 伫你面前来敬拜，耶稣因你生命愿来敬拜，也承认你是主，耶稣是主，耶稣是主。 是我，耶稣基督是主，耶稣因你生命，耶稣因你生命愿来敬拜，跪落伫你面前来敬拜，耶稣因你生命愿来敬拜，也承认。 主，耶稣是主，耶稣是主，困求诚心靠是我，耶稣基督是主，耶稣是主，耶稣。 是主，耶稣是主，困求诚心靠是我，耶稣基督是主，主耶稣是咱的主，咱有得到听，是主耶稣先听咱。 主耶稣是咱的主，咱恳求圣神来掌管咱的心，互主耶稣成做咱的救主，来掌管咱的生命，引带咱的一生。主耶稣，我们因为你的生命来敬拜你，咱搁做伙来唱，因你生命，我敬拜你。 耶稣因你生命愿来敬拜，跪落伫你面前来敬拜。耶稣因你生命愿来敬拜，也承认你是主，耶稣是主。 耶稣是主，困求诚心靠是我，耶稣基督是主，耶稣是主，耶稣是主，耶稣是主。 诚心靠是我，耶稣基督是主，耶稣是主，耶稣是主，耶稣是主，困求诚心靠是我，耶稣。 都是主，主耶稣是咱生命的主，伫风雨中，伊甲咱三甲斗阵，
甲咱做伴，咱的骹步拢有伊的引带。主啊，所有无限的疼，伊有无限的疼，伊予咱有对头来的机会。世间人拢应该来敬拜伊，因为主耶稣有完全的疼，无限的疼。咱做伙来吟无限的疼。主，你是我的生命，风雨当心斗阵行，梦中有你甲我来作伴，脚步有你的引带。主，你是我的生命。风雨当心斗阵行，梦中有你甲我来作伴，脚步有你的引带。感谢你对阮的爱，予我机会对头来。天平白分判阮走天涯，天使永远甲我同在。我要大声唱，予人知，耶和华有无限的爱，世间的人拢来敬拜。耶和华是完全的爱，主你是我的生命，主你是我的生命，风雨当心斗阵行，梦中有你甲我来作伴，脚步有你的引带。主，你是我的生命，风雨当心斗阵行，梦中有你甲我来作伴，脚步有你的引带。感谢你对阮的爱，予我机会对头来，天顶白云看阮走天涯，天使永远甲我同在。我要大声唱，予人知，耶和华有无限的爱。世间的人拢来敬拜，耶和华是完全的爱。我要大声，我要大声唱，予人知，耶和华有无限的爱。世间的人拢来敬拜。耶和华是完全的爱，咱的主有无限的疼，无任何事会当隔断咱甲伊的疼。虽然伫风雨中，总是咱伫伊主的内面有平安，伊的确引带咱。咱搁做伙来唱。主，你是我的生命，风雨当心斗阵行，梦中有你甲我来作伴，脚步有你的引带。主，你
是我的生命，风雨当心斗阵行，梦中有你甲我来作伴，脚步有你的引带，感谢你对阮的爱，予我机会对头来，天顶白云看阮走天涯，天使永远甲我同在，我要大声唱，予人知，耶和华有无限的爱，世间的人。完全的爱，我要大声，我要大声唱，予人知，耶和华有无限的爱，世间的人拢来敬拜，耶和华是完全的爱，我要大声。我要大声唱，予人知，耶和华有无限的爱，世间的人拢来敬拜，耶和华是完全的爱。主有无限的听。咱坦然无惊吓，来到伊的施恩宝座前，求伊施落伊的恩典。咱做伙来唱圣诗274首，求主施大恩。求主施大恩，予我来亲近。我心希望深深密爱，情愿一世诚心敬拜，求主降落来，点点我心内，点点我心内，求主的出声，叫我三甲行。我心忧闷，深深烦恼，甘愿靠主救的小无，求主眼看顾，以后免烦恼，以后免烦恼，求主做中保，予我长我苦，我犯罪我千千万万，忧闷挂虑有主干来，求主春秋卡，我心大平安，我心大平安，求主带我行，我心免惊吓。我若艰难过着破病，你为顾我若伫身边，耶稣把讲起，我无放下你，我无放下你。求
主甲我大，眼光予我看，我真欢喜永远归你，我甲你永无散离，有主当徛起。永远无散离，永远无散离。阿门。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无欠缺。伊予我倒伫青翠的草埔，带我伫安静的水边。伊予我的灵魂静养，为着伊的名，带我行义的路。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山谷，也毋惊灾害，因为你甲我伫地。你的腿、你的管安慰我，伫我对敌的面前，你甲我摆设筵席。你用油抹我的头壳，我的杯满出来。恩典甲慈悲对我到一世人，我要永远徛起伫耶和华的厝。三甲来吟圣诗18首，上帝慈悲无穷无尽，请起立吟全首。我。
请咱用使徒圣经做咱信仰的告别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父，创造天地的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独生子，咱的主，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小女玛利亚出世，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，顶受戒，死埋葬落阴府。第3日对上中过活，上天，打坐伫全能的父上帝大名，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是圣神，我是信公共教会，圣母的相公，做赦免，肉体过活，永远活命。阿门。请坐。三甲来启应文第1篇。启应文第1篇，无行歹人的计谋，无行罪人的路，无坐侮慢的人的位。即个人无去。伊所欢喜的，就是耶和华的律法。面对善事的，也是伊的律法。伊要亲像树栽伫溪边，照是结果子。伊的叶也袂打去。伊所做的，一直良好。歹人毋是安尼，是亲像粗糠好做水。所以伫审判，歹人徛袂牢。罪人与人的会中，也是安尼。因为耶和华知义人的路，若是歹人的路会灭亡。三甲过来吟圣诗452首。
三甲来祈祷，感谢上帝的带领，伫阮日常的生活甲工作，拢有上帝的保守。今仔日讲道是在错会改是好，有真容易，但有时要做也真困难。求主互阮时常用即句话做阮的警醒，互阮无互歹卡赢。阿门。风台要来，求主保守台湾无受真大的影响。安尼祈祷，感谢靠主的名，阿门。赞美，请先歌队。
三甲来强守上帝话记载，旧约耶利米哀歌3章21节到26节。21节，我的心倒转想即个事，所以我有愿望。阮无得到灭无，是对耶和华遮的慈爱，因为伊的怜悯无穷尽。主的仁爱，逐早起换新，你的诚实极其夸大。24节，我的心讲，耶和华是我的基业，因为安尼，我要仰望伊。既若听候耶和华，找求伊的，伊要施恩予伊。仰望耶和华的拯救，静静听候，这是好。搁看一位新约马太福音第4章17节。对迄时，耶稣起头宣传讲：恁着反悔，因为天国近啦。以上讲到知错能改，善莫大焉。请郑牧师。亲爱的耶稣兄弟姊妹平安。今仔日咱要分享甲共读的圣经，对咱的一生非常的宝贝。愿主伊的圣心，互咱听得清楚，也互咱会通伫即个圣经的内底来得到祝福。因为即内底咧讲的一个经句，圣经是陈牧师上爱，伊嘛几啊摆甲咱分享讲，耶和华的仁慈，逐早起换新。听候耶和华的人福气，因为上帝要伫伊的天顶使到上帝国的福音，互咱的生命得到帮助。咱当心用祈祷来听上帝的话，咱当心来祈祷。至圣的上帝，阮恭敬聚集伫你下礼拜堂，这个所在是阮信仰的家庭，这个所在是上帝你天的门，是你圣殿的所在。是圣洁的，是上帝你临在施恩赐福的所在。阮作为主席，因为阮深深知影，逐早起阮亲近你，逐礼拜日阮敬拜你。阮要成做领受祝福的囝子。愿主你对阮讲话，互阮伫人生中间会通伫危险的中间，通知影保护家己；伫做毋对的时阵，会晓得找回头行正确的路，愿伫你的面前恳求主你施恩赐福帮助阮，互阮成做有智慧的基督徒，也互阮成做一个圣洁、清气、正直的基督徒。愿伫你的面前恳求主你的圣神赐阮读上帝你活命的话，愿安尼恳求祈祷我靠耶稣的圣名，阿门。知错能改，善莫大焉。这毋是圣经的话，但是圣经内底充满这种的福音。知莫能改，善莫大焉。这是中国的一本古册，叫做《左传》。这本册伫伊的册内底2摆讲到这句话。虽然写的方法无同款，但是意思同款。知错是一种的智慧，能改是一种的能力。我甲解释讲，会通知影遐项代志是毋对，有判断，这叫做智慧。会通改变是一种的能力。真感动，今仔书会就给张老弟开始的时阵，用这句来做祈祷。伊讲这样代志，阮听知较简单，但是无容易。亲爱的姊妹，有的人因为忽略，也无人甲伊教讲安怎知错能改，因付足大的代价。这礼拜咱看到一个家庭5个人做自杀，恁敢有看到迄个时候的新闻？活命敢有比这个钱较凊彩吗？但是当人行无路的时，伊所选择的是什么？因为一个查某囝，伊去互骗去，后来
规家庭拢拖落去。这个查某囝想要家己解决，但是无能力通解决。知错毋是干那讲认罪，知错就是讲知影讲我即摆所拄着的代志是毋通阁向前行。伊知影适可而止，切断。但是人常常心理上有这种的能量，我要挽回我的感情，我要挽回我的投资，我要挽回我所失去的，是不是安尼？人常常是为着唔甘愿失落，所以凄惨连灵魂连性命都到尽。牧师无意思责备这5个人，唔是，真可怜。主啊，怜悯阮伫阮的一生中间，互阮常常是拄着危险的时阵，阮知影用适当的选择，这是一种的能力。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的礼拜帮咱所有兄弟姊妹，互恁真侪有智慧的基督徒。今仔日牧师要讲2个信息：第一，天天更新的祝福；耶和华的仁爱，逐早起换新。圣经原文不是安尼讲，圣经原文是讲每一天都是新的，每一天拢是新的画面。伊的人主因为放伫3章的22节，所以伫中文的翻译巴克的牧师甲伊放做伙32章。因为伫这段圣经兄弟姊妹，今仔日牧师所处这段圣经讲，我倒头想，我翻头去想我所拄着。我看见耶和华的仁爱，我看见耶和华的救恩，我看见耶和华的信息，3项代志伫今仔日耶利米哀歌3章21节到26节，伊讲到耶和华的慈爱，耶和华的怜悯，耶和华的信息。伊讲我知影耶和华互我有一个天天更新的生命。基督徒最大的福气就是，逐早起拢有新奇的恩典，逐日拢有一个愿望来听候我。兄弟姊妹，这是第一个徛伫讲台来读圣经的牧师，为着咱的代祷，嘛深深期待上帝祝福咱，天天蒙受祝福。阿门嘛。第二，我要问兄弟姊妹，知错容易吗？能改容易吗？牧师甲恁讲几啊摆，我会听到我读到的话，伊讲人类最大的悲哀就是唔知影家己拄着什么问题。人类最大的问题就是唔知影家己有问题。恁同意吗？人常常是有限无知，所以人真侪时阵是唔知影伊家己已经拄着问题。连迄个火的坑吼，拢火坑啦，你嘛甲跳落去。你俩准讲这是一个快乐的，像你夏天去游泳，对游泳池你就甲跳了。所以真侪人唔知影危险伫头前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伊将伊的话讲互咱听。耶稣讲上帝国近啊，恁着悔改。知过能改的圣经内底有2个字，叫做重生、悔改。悔改甲顶头生，无亲像左传。但是异曲同工，因对伫人类的中间有智慧的长辈，因才会通知影知过能改，善莫大焉。一个会通知影讲迄条路毋是祝福，适可而止，伫个红绿灯顶管就停起来。兄弟姊妹，这是无简单的代志。但是主耶稣伊出来传福音，今仔咱所读的这段圣经马太福音4章17节。是耶稣第一摆的讲道，无论是伫路加，无论是这段话4章17节，足清楚，这是耶稣出来传福音的时阵第一摆的讲道，这就是伊的宣调。今仔日的金句就是伊的经文，就是伊的宣调。但是伊的内容是用以赛亚内底讲，送乡的人有福音，受了的要摕到头棒，青眉要看见。颂扬人要福音临到因，因为今仔日我要传予恁上帝国禧年、上帝国祝福的时代要临到。耶稣说的传福音第一个讲道是讲这个天国的福音，对到伊定伫十字架顶悬
伊永远要咧讲上帝国的福音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对耶稣伊的邀请。所听的弟兄们，咱毋是敢做耶稣学生，咱受邀请是对因为耶稣的性命，咱做天公仔囝。咱毋是敢受耶稣来邀请来听伊的讲道尔。因为耶稣的讲道最重要是邀请咱进天的上帝，做咱的阿爸爸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所听的弟兄妹，咱就得到主耶稣所赏赐咱做上帝囝子这种福分。伊讲，这就是我的基业，这是我的产业，这就是我的老爸、我的祖、我的上帝所留予我属天的财产。所以，弟兄妹，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甲主讨一种的智慧。若毋是圣经的帮助，若毋是圣经的帮助，无人有智慧通知影讲，我即摆咧思考的代志是毋对的，我即摆看法是错误的。什么是咱知影做来摕来做判断的根据？基督徒判断对甲毋对，最重要根据两项：第一就是圣经，圣经所讲的若是毋对，伊的确就是毋对。第二，上帝的圣神，咱叫做良心。上帝对咱的良心讲话，讲我的囝儿这样代志毋好，伊无道德，伊无品格，伊无伦理，伊对你无祝福。兄弟姐妹，这就是圣神的感动。但是真侪人有当时伫迄个瞬间，因为一时的刺激引诱，挡袂掉。亲爱兄弟姊妹，你甲我，偏讲阿乐世间无一个义人，你甲我，咱拢无资格，嘛无能力知错必改。但是圣经讲，上帝疼世间人，甚至将伊的独生圣囝赏赐予伊。义人担当罪人的罪，互人因为救恩来得救。也即恁已经听过这救恩啊，恁已经听过这种福音，恁嘛相信。所以今仔日爱奉主的名，斩断所有对恁的羁绊，无论你的想法，无论你的生活习惯。无论你心内迄个好歹的牵扯，人的人生就亲像一个张力啦。正手一个人甲咱扭，倒手一个人甲咱扭，但是咱毋知影要对啥物人去。咱常常听人口讲，若伫梦中做梦噩梦，若有人甲你拖往光，你就爱对光去行；若有人甲你拖往暗，你毋通对迄个暗去行。你捌听过这种的经历无？所听的弟兄妹，无简单，听道理足简单，因为咱坐伫冷气房，又搁轻松，又搁爽快。总是咱听道理的目的，敢毋是就是为着要互咱的生命得到祝福甲改变，是吗？咱听道理，毋是来参考讲今仔牧师讲的道理可用不可用。每一摆做礼拜，咱做组织的时阵，拢是恭敬神圣。讲的人、听的人，拢平平得到假施祝福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赏赐咱智慧。圣经的话就是咱脚前的顶路就会光。圣经的话就是一种准则、准绳。上帝为什么要用这律例来要求咱？这就亲像一个碉堡。上帝用伊的话起一个真理的碉堡，把伊的囝儿放伫迄个碉堡、城堡的内底。为什么？因为迄个城堡就是一个保护。今仔生活伫迄个尊敬内底的人，因无拄着魔鬼的攻击。这个世间有真侪攻击来自于无形。当你觉醒的时阵，常常拢已经袂赴，因为你已经将你的灵魂卖掉了。兄弟姊妹，我毋是指责咱，毋是。这个信仰足可贵，因为伊就是一种的生命、智慧甲能力。我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主对你讲话，主嘛对天灵将伊的圣神，甲圣神背后的智慧的能力，赏赐予咱。
兄弟，伸出手，拍开心门，拍开耳孔，谦卑来听，顺服来听。愿天父上帝将伊的话讲互咱听。5月初我讲道中间用圣经甲咱分享一个人要安怎反省家己。反省是一个进步的开始，知错也是一个成功的开始。一个科学家伊咧做实验，伊咧找一条路，一定经过无数的尝试，恁知影吗？真侪代志拢要经过无数次的这个实验，伊才找到一个真正确的配方，伊才找到一个真实真正确的一个程式，伊才成功达到一个伊要爱的目标。所以，兄弟姊妹，愿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注意想思咱知错能改。拄则牧师真简单，甲咱讲，知错是一种智慧，会通悔改、顶头生是一种的能力。这种的能力毋是人的能力，这种的能力拢毋是人的能力。所以保罗才讲，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，不是咱会当改。上帝若爱你改，兄弟姊妹，上帝一定会赏赐你圣神的帮助，你相信吗？上帝若感动你改，免惊，勇敢奉主耶稣的名，踏出你的改变的第一步。真侪人拢是停留伫惊改变，惊有无民主，惊互人知影我做毋对代志。连去报警察都唔敢去报，警察是咧保护你，警察是咧挽回你失去的。但是迄人甲你讲，你就唔通去报警，报警安那，就安怎，是要听对的，还是听唔对？主帮助咱伫今仔日个礼拜，上帝帮助咱听着主耶稣基督的话。这篇的讲道，耶稣的宣调讲：恁着反悔，反悔就是知过能改。耶稣讲：人若无顶头生，就袂通进入上帝的国。基督徒若无改变，你进入教会进前是安尼，今仔日嘛是安尼，将来嘛要安尼，安尼唔免来，因为这个基督教定义与你无关。咱进入上帝的时分做前，咱徛伫十字架顶悬，就算做无听到牧师的讲道。上帝圣神伫这个圣殿内，伊嘛对你的心来讲话。我相信这个礼拜堂是有这种的祝福的礼拜堂，不是因为只有牧师咧讲道互恁听，是因为只有这个上帝，伊就是这个话的起头，伊嘛是这个话的结束。牧师有退休的时间，但是上帝无退休的时间。阿姐，咱毋是对牧师。咱嘛毋是选择一个气氛较好的教会，毋是。咱是选择要对上帝行人生的路。愿咱伫今仔日的圣经的内底，咱得到帮助。这是一个祝福。和本中文的圣经翻译较接近圣经原文的排列啊。其实圣经起头没有分章节，所以也没有所谓讲伊囥头囥尾是对甲毋对。因为3章的第23节，伊咧讲起上帝仁慈、上帝怜悯，甲上帝信实。然后伊讲，逐早起拢是新的，意思就是我的生命每一天都充满了新奇，我的生命每一天都充满了上帝的预备。也这你爱吗？你若爱，你逐日透早天开目睭，会记得做一个习惯。上帝早安。你讲无事做好笑呢？你开口我安尼祈祷。兄弟姊妹，逐早起你天开你的目睭，你甲上帝讲：上帝有你真好，新的一天开始。耶稣早安。兄弟姊妹，这毋是真幼稚，这是时时刻刻如何你感受上帝甲你三角地带。也这爱嘛，养成这种的习惯，这毋是好笑的幼稚的宗教行为，毋是。这是一个真深沉、
是一个真美丽、真甘甜的，在你的生命中间的习惯。逐早起天光，耶稣早安，上帝有你真好。你记得今仔日的圣经跟咱讲，每一天都是新的。也意思就是我的生命天天更新。逐日当大人，求天父上帝帮助。搁落去这句话讲啥物？上帝你的信息极大无比。上帝你的信息极大无比。信息这个字，圣经原文的意思是什么？阿门。圣经信息这个字，伊的字根就是阿门呐。你心所求，嘴所讨，你心内甲上帝讲阿门。阿门就是信心。阿门搁另外一个翻译叫做实实在在。伊的字根就是 amet。阿门的字根就是 amet。伊的意思就是真理，是真的。愿天父上帝伫伊的圣殿内，伫4000年前所讲的话，2000年前所讲的话，今仔日又搁讲互咱听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天天更新的生命，天天蒙恩的生命。阿门吗？安歇在上帝的国度。耶稣讲天国近啊，恁就悔改。意思就是入来上帝的厝，入来上帝伊保守伊的国度伫迄个内底。所以耶稣才讲，先求伊的国甲伊的义。对迄个阵开始，你就是上帝的权柄，伫上帝的意志，伫上帝的能力，你就要享受互上帝抱咧过人生迄种的滋味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伫今仔日的圣经，咱静静放伫你的心内，你听，你搁定心读，然后放伫你的心内，你想，最后你对上帝的话讲阿门。你对上帝的话讲阿门。当你对上帝的话讲阿门的时候，兄弟姊妹，就一项奇妙的代志，要伫你的人生中间，就是上帝的话要加做力量伫你的心内。你相信吗？知影听道理，拢知啦，对遮听对遮出哩。古早人讲马耳东风，马逆东风啦。有偌侪基督徒一生听遐尼侪摆的讲道。但是将来捌听到一摆为着伊的习惯改变的真理的声吗？无可能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伫今仔日个礼拜，牧师拄则已经有甲咱讲，这是结论嘛，是起头。两个祝福：第一，天天更新；逐日换新的稳定，逐日换新的人主，逐日换新的救恩，逐日换新的生命。第一，伫今仔日个礼拜，兄弟，将这句话放伫你的心内。为着你每一天祈祷，天天更新。第二，你甲上帝讨讲，主啊帮助我。你若爱我改变，你就互我透放，你就互我快乐，你就互我享受改变的快乐。改变是为着要互咱快乐，改变是要为着互咱有幸福，改变是要互咱活伫从新的愿望、新的本质、甲新的画面的内底。兄弟姊妹，若无咱找上帝要创啥？兄弟姊妹，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个礼拜。今仔圣经对咱讲什么呢？耶利米哀歌第1节3章21节第1节，伊安尼讲：耶利米伊讲，我若受到上帝，我就有愿望。第5节25节，伊安尼讲，伊讲找求伊，我若想到伊，我若找伊。我就得到稳定甲愿望。也即牧师甲伊彻头彻尾，就亲像你去菜店遐无爱的买份的肉骨，你讲拜托你甲我剁掉，迄我无爱，吼我留好份的。当然圣经每一句拢袂使分好甲歹份啦。但是为着要互咱能抓到即个圣经内底重点，牧师就取即个马克笔甲伊做彩绘，互恁知影讲，当我若追求上帝，我就有愿望。兄弟姊妹，除了伊以外，无人会当将真正永不失落的盼望放伫你的人生。特别是伫你走投无路，伫咱走投无路，
愿天父上帝，互咱在座每一个兄弟姊妹，永远无拄着走投无路。啊，恁无紧讲阿门。兄弟姊妹，主耶稣就是以马五路上以马内利的耶稣。主要陪伴咱，互咱永远无拄着走投无路。咱若想到伊就有愿望，咱若寻求伊就得到帮助。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的礼拜，伊的怜悯，互咱知影，伊是一个怜悯人的上帝，绝对不要放弃。Never ever be afraid， 这是约翰保禄二世伊所写的诗的内底一句我最爱的话：永远不要害怕失去盼望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因为伊是怜悯咱的上帝，伊也是信实的上帝，伊是真理的上帝，伊是阿们的上帝。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将这三项礼物放伫恁的手中，放伫恁的人生。上帝仁慈，上帝怜悯，上帝信实。这三句话，就亲像信望爱，有足济宝贝的解说。恁若敢若听，恁就总欢喜；但是恁若深深去遐想，你就知影讲迄内底的宝贝。保罗讲起信望爱三项，大家人拢要背，但是有人有几个基督徒真正用心深深去想讲，什么叫做信？什么叫做愿望？什么叫做真爱？亚利米伫伊的哀歌中间讲：“我的上帝是仁慈的上帝。”圣经原文叫做黑色，黑色的意思是啥？伫我甲你约定中间，我甲你准备的祝福。这个仁慈的意思是安尼：你徛伫我的面前，我徛伫你的头前，我甲你立约，立永远的约是平安的约。你有看旧约圣经，你安尼写，恁会记吗？伊伫立约的中间所讲所有的应允，迄叫做仁慈。圣经原文的意思是安尼。那黑色的跟落去叫做怜悯 ，raham 的这个字也字根叫做妈妈的主公啦。伊的意思，上帝要用老母的听来听咱，兄弟姊妹有水无？怜悯就是这个意思。囡仔定伫外面出外，拄着学校倒来，伫外面那甲人佚佗时，叫人欺负，靠倒来了，第一个找啥物人？阿母啊！兄弟姊妹，上帝怜悯就是老母的听，无论你是安怎，伊永远是你的宝贝，你永远是伊的宝贝。无论咱我安怎会糊涂放荡飞累，咱永远是上帝的子。但是兄弟姊妹唔通滥用这种恩典。因为每一次咱滥用上帝的救恩，就是亲像搁一摆甲耶稣钉伫十字架顶悬，耶稣犹原肯为你钉十字架，因为伊肯下面你70个失败。但兄弟姊妹，你敢认得搁一摆甲耶稣钉十字架吗？这是一个真严肃的态度。咱既然领受耶稣了，咱甲耶稣讲一摆就够啊！主耶稣，我知影，鼻孔压了无一个义人。律法会当互人知罪，但是律法无法度互人下面的救恩。独独主耶稣义人为着咱死，咱才因为安尼，通称做上帝的义。这就是因信称义的意思啦。愿天父上帝帮咱，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这圣经放伫你的心内，陪伴你三个礼物。上帝仁慈，上帝怜悯，上帝信实。信实拄则无数解说，伊的名叫做 Emuna 这个字，伊的字音的字根哦，原本的意思拄则无数讲到两项代志。第一就是真理，第二就是阿门。甲咱的生活相息息相关。主耶稣甲咱祈祷讲：恁就奉我的名求，阿门。恁就奉我的名求。天顶的上帝，天父上帝，就要为你成就，就要拆开圣神，就要为着恁陪伴。奉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开真简单，是，伫上帝就是这样简单，但是对人无简单。都爱到伫起头书会的祈祷讲，
知错能改，简单但是又不简单，对不？兄弟姊妹，愿上帝赏赐你圣神的气力，互你改变迄个无可能改变的。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。人心已定，上帝歹势无参详的余地。兄弟，上帝嘛会当接纳你无参详的决定。上帝嘛会当接受你无参详的决定。但是损失的是什么人？兄弟，想好，想好。上帝嘛愿意接受咱无参详的意愿。圣经叫做滥用自由意志，即起头创世纪内底所讲的，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伊的帮助。今仔日有2项信息：第一，天天更新的祝福，阿们。甲咱甲上帝通，主啊，求你帮助我知影怎样改变我家己。逐工愿上帝赏赐恁奇妙的生活，享受恁的工作，享受恁的家庭生活，也享受你存在的每一次的呼吸。兄弟姊妹，有的人要呼吸是一项神迹啦，你捌看过迄种人无？伫病院的慢性病房，还是呼吸道照护的特别病房内底，有偌尼侪人要喘一口气，拢是足辛苦，需要有一台机器伫伊的身边，将迄个氧气塞入去伫伊的肺部内底，天天呼吸那个新鲜的上帝的活气，上帝的圣神，享受上帝为着咱生命中间所备办的。兄弟姊妹，愿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祝福恁，伫恁的生命中间奇妙无比，好的无比，快乐无比，圣洁无比，得胜到坚持永远做得胜的基督徒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，这不是咱做会到，但圣经讲，若有人在耶稣基督里，兄弟姊妹，你有一个新的名，叫做基督徒。无论你叫做阿猫阿狗，无论你姓曾姓旦，兄弟姊妹，咱有一个新的名，叫做基督徒。兄弟姊妹，这个名是你手上名片最重要的，咱来叫做言语，叫做 title。人伫社会交际应酬，见面初见面，一定先提出来。我是什么公司的头家，我是什么公司的经理，先提一个名片，有一个 title。兄弟姊妹，咱的人生有一个 title， 伊的名叫做基督徒。兄弟姊妹，这不是一个叮当的邀请，不是，这是一个真大的互相的祝福。愿主耶稣将伊的名放在咱的生命中间，互咱享受伊。毋是干那听牧师大细声、足严肃所讲的，这是圣经的解说，毋是。愿上帝将伊的话变作真温柔的 Raham， 拄则牧师甲恁讲灵敏迄个 Raham， 是老母的主强，互咱得到休困，互咱得到温暖，互咱得到供应，互咱得到帮助。每一天过新的生活，愿天父上帝将这话足清楚放伫恁的意志，放伫咱的心思意念内底。咱甲上帝讲，我每一天都要新的一天，求天父上帝甲我上下地点，有新的喜乐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。有你每一天认真来活出美好每一天。兄弟姊妹，你唔免问偌久以后将来的代志，你先为着你明仔载要发生的代志，甲今仔日好好做准备，好好活落去。你只要把每一天活得健康，活得好，你就是已经迈向幸福的开始，信不信？主帮助咱，愿咱伫伊面前，耶稣讲要重生，
要悔改，因为天国近了。上帝要将伊的圣心甲伊所享受天国放伫你的内心，兄弟姊妹，愿这个国临到，伫你的心，亲像伫天灵。阿门嘛！愿上帝国进入你的心内，就亲像伫天堂同款。这是一个极大无比的祝福。愿咱看见上帝，做上帝的子子，甲得到天国的幸福。这是耶稣伫伊的百福中间讲的三项真要紧的重点。伊讲：你若安怎，你就要做上帝的囝；你若安怎，你就要看见上帝；你若安怎，恁就要安怎。上帝国就是恁的。天父上帝，阮也要安怎，阮就已经是你的囝子啊！兄弟姊妹，愿上帝帮助咱有智慧甲能力，求天父上帝帮助咱，请做一个当大人。上帝若种稻仔，伊往问稻仔结穗，敢毋是安尼？做世人若种葱仔，伊往问葱仔会当青翠。会当抽长，是毋是安尼？咱活伫这个世间，咱敢无期待讲，我的生命是一个会当活出来水来，互人看到，活出真正的美丽，活出真正的美丽。求天父上帝帮助，有真侪人无愿意改变，有几个原因，我毋知影安尼有够无？愚蠢，因为伊毋知影讲安尼做是足见效的代志。骄傲，伊永远毋承认讲伊。今麦选择是有瑕疵的选择。第三，行了有无民主，当然行更较侪会失落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毋是牧师做定义、做决定，讲什么是对甲毋对，毋是。愿天父上帝将伊家己的荣耀放互咱。悔改就是讲，人伫伊的内心深处真正顿悟，全然的愿意。做一个正确的选择，悔改是这个意思。人的内心忽然切一个，伊感觉讲：我糊涂一世人啊，我甘要阁继续行落去吗？圣经内底有一个人，伊讲：伫我老爸家敢是有产业，我开伫这个所在咧饲猪食喷，我应该爱倒去我的厝，甲我的爸爸讲：爸啊，赦免我无资格做你的囝子，但是互我做你的奴才，做你的长工就好。你会记迄个故事吗？爸啊，我得罪你，我袂堪你做你的囝子。但是这个故事，耶稣是咧甲咱讲，咱的天父上帝，伊要伸出伊的手，甲咱讲：戆囝，倒来就好。你敢毋知我所有一切拢是你的吗？兄弟姊妹，求主怜悯帮助咱，心里面忽然有一种很清楚的声音跟你讲，那个的顿悟、领悟，全然的跟神说：我要倒来，我要回家，因为这个社会不是我的家。愿天父上帝对你讲话，智慧不是一种的知识，智慧是一种会当做正确的判断，对甲毋对。智慧是一个伊一看，就知影有利益无利益，对甲毋对。而且智慧会当做出正确的选择。所以，兄弟姊妹，换手伫你家己的头祈祷讲：主，我是一个智商只有80的人。主啊，我是一个智商是150的人。兄弟姊妹，无论是智商80甲150，拢会做毋对代志啦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好好为着你家己的心思意念祷告。主，求你将智慧放伫我的内心，将你的圣心放伫我的内心。因为圣经讲，耶和华的灵若踮伫迄内底，迄内底就要有智慧、聪明、策略、能力、知识，跟敬畏耶和华的灵。愿咱伫每一礼拜拢咧复习上帝的话。毋通讲牧师即个讲道理，
5月讲过，牧师这讲到你3年前讲过，有的人来教会拢咧算我牧师这篇讲到你讲过几摆啊？我甲恁保证，我逐摆若摕着共类似的题目，拢无共款的，不会一样的，因为逐摆迄个菜毋是汤过摕出来芳互恁食，毋是。上帝话是真困难，听一摆你就会了解。所听的姊妹，上帝话毋是听一摆你就会了解。伊是天天更新，主帮助咱伫伊的面前有能力，能力伫伊意志，能力伫你的行动。敢若能力听到你的想法无够，能力就是讲，互你会勇敢行起来，勇敢徛起来，勇敢做一个选择去改变，而且持续养成一个圣洁、清气、荣耀、尊贵的生活的习惯。求偏偏上帝帮助咱。毋是出自圣经内底伦理的要求，是出自我将来要代表上帝，活伫这个世间，互人看到我的时，就讲：哦，原来他们这群人就是上帝的查某囝，就是上帝的囝子。求主祝福德能教会每一个会友，求主祝福每一个所听的姊妹。愿恁伫上帝荣耀内底，互人认捌上帝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，靠着上帝，无有人会当靠家己。今仔日的道理一开始，师会长老就已经讲，听起来简单，但是做起来足困难。兄弟姊妹，我甲恁共款，我甲恁共款，这道理捌拢知，从细汉就知啊，兄弟。但是习惯的改变简单吗？习惯的改变很难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，我可以。这个能力是圣神，这个能力是圣经。所以圣经为什么叫做真理？就是因为伊毋是一个知识。这个圣经叫做真理，就是因为伊若互人听、接受的人，伊就有能力。什么所在有真理，什么所在就得自由透放。兄弟姊妹，唔免惊。上帝若感动你，上帝若要求你，上帝就给你力量，给你能力，给你智慧改变。有一句话，我袂记咧，记伫什么所在，我有写起来，但是今仔日伫讲台顶我全袂记。伊讲人若无规矩，就无法度成方圆。啊，不以规矩难成方圆。一个基督徒若无上帝话做你的规矩准则，脚前的顶路就会光。你就无法度成为方圆，意思就是你就没有办法成为上帝所创造原来的你。方圆会当代表讲，上帝起头创造你量身定做，设定你，伊要爱你做圆，你就是圆；伊爱你做扁，你就是扁。所以，你姊妹，上帝话就是规矩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伊的真理。最后一项牧师要甲咱讨的是，爱常常为你的心祈祷。主要所求你用你的宝血洗净我，主要所求你用你的宝血洗净我。今仔日咱要领圣餐，那已经洗礼领圣餐的兄弟姊妹，伫今仔日的圣礼殿中间，你捧迄个杯的时，你感谢主耶稣。主耶稣这个杯就是新约。是你的血所设立的，主耶稣这个杯就是新约，是你的血所设立的。所以你的血一挂心，就会循环在我全身的所有的气息的内底，伫我的情绪，伫我的欲望，伫我的意念。所以你的部分就是我的心，我的生命就活泼健康。咱用这种的祈祷来准备领圣餐。求天父上帝甲咱三个伫地，互咱伫伊的面前知错能改，知影对，知影毋对，而且有改变的意愿，有改变的能力，咱同心来祈祷。至圣的主，你的正囝儿、查某囝，凡做自执，伫老爸的家，伫圣殿内。主，阮恭敬举头仰望你，
阮出声甲你求讲，阿爸天父，阿爸天父，阿爸天父。阮所无讲出来内心的吐气，阿爸天父，阮无讲，你拢知。阮相信，阮感谢你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求，阿门。咱来吟圣诗，来准备守圣餐。想要一面叫主耶稣，代表着下辈好事多。讲我身躯替恁拍破，你来记者来笑脸我，然后旁回感谢上帝，讲一杯杯互恁大家，我会留出罪人的救，救罪恩，互恁享受。大家请坐。伫主耶稣基督的名，欢迎今仔属伫伊的教会的陪餐者，三甲来守圣餐。亲爱的弟姊妹，请听主耶稣基督
对囡仔归因伊的人所讲稳定的话。主讲我就是活命的饼，就近我的人决断袂枵，信我的人永远袂喙焦，就近我的人我决断无去杀伊。愿主耶稣基督稳定甲恁三甲弟弟所听兄弟姊妹，请注意来听耶稣设立圣餐所讲的话，就是照着保罗的记载，伊讲，因为我捌对主领受也传授互恁，就是主耶稣基督受卖迄暝，伊有安尼擘饼，祝谢讲，这个饼就是我的身躯，为着恁拍破。食了后，伊安尼佫旁杯讲，这个杯就是新约，是我的血所设立的。恁就用安尼来纪念我。逐摆咱食这个饼、啉这个杯，是纪念咱的主耶稣基督伫十字架顶悬的疼，甲伊的救恩。咱要领受圣餐，咱当心来祈祷。主耶稣，阮伫你的面前，奉你的性命设立这个圣餐。阮纪念你伫2000年前所做。这个互阮感觉袂堪得、伟大、听的行动。当我抑搁伫罪人中间无法度得到赦免、透放的事，你用阮为阮流血，你为阮死伫十字架顶悬。主耶稣，你用你家己设立这个圣餐、这个饼、这个葡萄汁，主。普世的教会，全世界基督徒守圣餐的时，拢安尼的纪念。你完全无保留的听。主要说，阮用你的性命来祝福，分别做圣，互这个饼甲葡萄汁，成做你的身躯，成做你的宝血。主要说，恳求你降临伫阮中间，你亲自扶持你罗卜的手，成做你的手，你伫阮中间来主持。这个圣餐，主耶稣，阮伫你的面前，甲你讲，阮需要你的救恩，阮感谢你的救恩，主阮要搁再搁一摆来领受你的救恩，甲你徛伫你面前来接受这个信约，主阮伫你面前恭敬来领受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门。主耶稣讲，这是我的身躯，为着恁拍破的，恁就行安尼来纪念我。这是主耶稣基督的身躯，为着世间人伫十字架顶悬拍破的，咱要行安尼来纪念伊。咱来请总圣长老甲这个英宏长老来旁边。这是主耶稣基督的身躯，为着咱拍破的，咱要行安尼来纪念伊。转伫圣殿，求求你的圣名；转伫圣殿，来领受主你圣餐。这是你的身躯。要踮伫阮的内底，对当开始，无搁再是我，乃是主耶稣基督活伫我的内面。主耶稣，阮感谢你。这是主耶稣基督的身躯，为着咱拍破的。咱要行安尼来纪念伊，这是主耶稣基督身躯为着咱拍破的，咱要行安尼来纪念伊。主
主要所讲，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，恁就惊安尼来纪念我。这是主耶稣基督的身躯为着咱拍破的，咱要行安尼来纪念伊。亲爱的姊妹，敢有人无摕到圣餐的饼？主要所讲，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，恁就行安尼来纪念我。亲爱的姊妹，敢有人无摕到圣餐的饼？主要所讲，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，恁就行安尼来纪念我。咱同齐来领受。食了后，也咧旁边讲，这个杯就是新约，是主耶稣基督血所设立的。恁就用安尼来纪念我。来请周个长老，来请书记长老甲王娟长老来旁边。这个杯就是主耶稣基督血所设立的，恁就行安尼来纪念我。这个杯就是新约。是主耶稣基督血所设立的，恁就行安尼来纪念我。主耶稣的杯就是新约，是用伊的宝血所设立的，恁就行安尼来纪念我。主耶稣虽然阮未康定，但是阮亲近你，阮求求你。阮瓦克利，主你有呼召阮做你的学生，进入上帝的国，因信称义，过圣洁的生活。做这个道理，阮心欢喜，但是实行起来困难。主要说，阮伫你面前恳求主你。当阮啉你的杯的时，求你收拾阮活命的困难。主，当阮啉你的杯的时阵，求你收拾阮困难。这个杯就是信仰，是主耶稣基督血所设立的，你就行安尼来纪念我。这个杯就是信仰，是主耶稣基督我所设立的，你就行安尼来纪念我。这个杯就是信仰，是主耶稣基督我所设立的，通过主耶稣基督的圣神。咱要领受伊的宝血，这个杯就是信仰，是主耶稣的血所设立的。所听的姊妹，敢有人无领受到圣餐的杯？主耶稣讲，这个杯就是信仰，是我的血所设立的。你就用安尼来纪念我，咱同齐来领受。逐摆咱食这个杯，啉这个饼，食这个饼，啉这个杯，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。愿主耶稣基督丰盛的活命，踮伫咱的生命中。咱准备来，咱同心来祈祷。主，阮感谢你全能的听，
因为你极大的慈悲，互阮会通领受即个圣洁的圣餐，是阮灵魂的食物，佮互阮知影，你想事主耶稣基督真侪阮，伫你国度内底共一个身躯，是受你祝福的囝儿，是你永远国度的百姓。主阮的上帝，阮谦卑恳求主你帮助阮，保守阮，持续圣洁的生活，甲你活命的话，直到阮搁一届组织守圣餐的事。主求你接纳阮，帮助阮，扶持阮，互阮伫即个世间的生活，通荣光你的圣名。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门。咱准备来奉献。用这条诗歌来互相请安，也真做咱互相的祝福。愿主耶稣会听，无论咱伫什么所在，伫咱行平安的时，主耶稣将伊的听充满伫咱的生命中。愿
心来祈祷。虽然说，当阮唱出这条祈祷的诗歌，求主你的慈爱遍满天下，伫每一个需要你扶持、需要你安慰、需要你鼓励的灵魂，求主你无放阮做孤单的囝子，主你会听着运行伫这世间，来医治人甲人中间的冲突，来讨帮人甲人中间彼此心内的怨恨，主也特别保守遐个伫生苦病痛中间心内不安的阮的兄弟姊妹。愿主你赏赐你的听，真做阮最大的快乐，互阮伫你的扶持内底，阮感觉无孤单。主你就亲像当阮行过死荫的山谷中间，迄个大牧者，你保守阮。阮伫你面前恳求主你的圣神，特别甲阮教会所有的士大人、长辈、三甲弟弟，也甲伫病床中间咧恢复健康的你的囝儿甲查某囝，求天父上帝你的怜悯，心内有苦楚、不安、搅扰的人，主你互因因为你圣神的同在，你的平安就是伊灵魂的定，互阮心头有定着。主你保守照顾，愿你的听，特别也甲迷信的外邦的阮的兄弟姊妹。主愿讲外邦，毋是看轻伊，是愿主你的国度的门为因拍开，互因伫即个世间咧敲找真神甲真理的事，因会通得到主你所引出来的道路，也进入上帝你幸福祝福的国度内底。主愿伫你面前当心祈祷我个所有性命，阿门。下面咱来为着即礼拜生日的人来祈祷，咱请生日的人来头前，咱当心来祈祷。生日快乐！咱做伙来祈祷，主愿恳求你用你温暖的油来膏抹你所听的查某囝，主用你的温暖放伫伊的心上，阁有用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来吸引，互伊诚侪上帝你所重用的女婢，伫教会圣工顶悬归荣光互你。主愿将伊过来365日，拢交伫你的手中。主，亲像今仔圣经教阮讲，上帝的仁慈日日换新，每一个早起换新。至圣的天父上帝，阮有着所有生日的，阮的兄弟姊妹，有启恩，有秀珠，有施恩、施云，有维平，有明龙，有庄有许，有庄信雅。主，阮用你的性命来祝福这生日的阮的兄弟姊妹。主你用仁慈、用怜悯、用信息来充满伫伊的生命中，互因的生命成做一个手捧救恩的杯的人的人生，因会当行到各所在，甲人分享这个福音的好处。主愿伫你面前恳求主你，互因首先先成做一个试看主稳定滋味的基督徒，因先享受着上帝所陪伴生命的祝福，然后因成做有能力祝福别人的人。主愿伫你面前，用你的性命来祝因，求主你互因领受一个幸福的新的一年。我安尼祈祷我家所有性命，阿门。生日快乐！亲爱的姊妹，过来，咱要来为着夏令营来祈祷吼。夏令营是过来拜一就开始，咱的教会青年已经伫拜四就入来伫教会内底做准备吼。咱请所有的遮夏令营的遮的青年吼，恁徛起来，牧师来替恁，咱来头前吼。咱大家兄弟姊妹，咱真为因祈祷，好无？咱做伙同心来为因祈祷。现在这是一个传福音的时间，吼咱的囡仔伫教会大汉，看起来介相拢很平淡，吼。但是咱的囡仔会当伫上帝的圣神甲真理的内底，因为即种的成长的过程，
本身就是一个稳定嘅救恩。因对细汉就学习要怎样将快乐诶夏令营分享给厝边嘅社区嘅囡仔，吼。所以咱嘅教会已经真长期有这个事工，这个事工真重要。对因来讲无简单，吼。牧师嘛感觉讲，咱应该将来爱有搁较济诶，甲因造就，吼。因要安怎讲故事，要安怎演戏剧，其实拢不是天生下来就会了，吼。所以因做认真有几啊工的准备。我要邀请咱中级甲兄弟姊妹，咱做伙来为祈祷，吼，咱做伙出席。咱会当伫心内用你的感动祈祷，甲因祝福。主愿将所有每一个才会献身伫夏令营的，才会青年交伫你的手中。主愿恳求主你保守照顾因，你的圣神赏赐因智慧，赏赐因能力。主你互因会当通过这个夏令营，因家己本身嘛有成长。主因正做一个老师，因正做一个小队长，因正做一个小组长。所以，伫这个炎热的夏季，会当将一个快乐的气息来分享给社区所有遮的囡仔。主愿将所有遮的青年交伫你的手中，主求你的圣神甲因三甲地地，互因带着喜乐的灵，互因带着智慧的灵，互因带着福音的灵，会当伫这个社区、这个今年的暑假内底，为主你发光，也为主你来带这个福音的这个祝福。阮将因交伫你的手中，求主你保守阮这个夏令营所有的行程过程顶悬拢有平安。每一个来到这个所在参加活动的囡仔，拢会当伫平安的中间来享受一个丰盛、阁有意义的这个夏季的活动。阮伫里面将阮的教会拍开门，奉主耶稣的名来拍开教会福音的门。既然进入这个圣殿的遮每一个囡仔，伊拢要伫这个所在来看见上帝你家己的荣光甲奇妙。主要求你将你的天使来围绕伫这个所有的这个夏令营的时间，互因手所做的工会当加做小朋友的祝福。我伫你面前祈祷我个所有性命，阿门。加油，上帝与你们同在，哈。好，咱来请书会来报告，吼，咱请今日书会来报告。这是我来报告。顶周聚会咱家己看，本周的聚会，主日礼拜早起9点半伫礼拜堂，祈祷会拜三暗8点直到礼拜堂，查经班。拜六早起9点伫线上，暗时7点半伫线上。圣工的服侍，后礼拜的诗会青年、领诗青年、司琴青年、诗献甲招待青年，爱餐高一零执事。新安宫的读经表，咱照安尼家灵修。集体交通，主日爱餐后召开7月份的中进会。听中集出席。第二7月11日下午下晡点半到5点，暑期儿童营，请大岛愿圣神帮赞，互这个营会会当成做社区的宣教。第三7月25日林区联合礼拜伫咱教会。请兄姐出席，接待林区的兄姐。第四，请为以下这个生日的大岛奉献报告，咱家己看，有若毋对甲过价翻译。大岛事工，第一为身心欠安的庄严。专人剧、黄宏仁、洪吉星、庄彦昌，以及咱教会所有的长辈健康平安大道。第二，为教会青年心灵课业、升学考试祈祷，升大学有惠安，升高中有善如。第三，为
适婚青年的婚姻结果。第四位出国在外的青年林宜轩、刘玉敏、庄爱玲、陈恩君代祷，请咱也为着姊妹教会代祷，富林、集集、德克达雅。以上，咱来念上营511首，请起立念全首。愿主耶稣基督恩典、天父上帝主爱、圣神的感动，相通扶持，甲恁众人三个地地，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。阿门。请坐，别得避讳。